約翰福音第15章。我是種嘅葡萄樹，我爸是栽種嘅人。所有屬我有無結果子嘅樹枝，佢就剪脫；總係結果子嘅樹枝，佢就修剪到清強。本期結果子還卡多。我老二度講嘅道理，已經使二度強烈。二度愛一切生在我地背，我就生在二度地背。但係無老我結連，二度就唔會結果子。像樹枝無老葡萄樹接等，就唔會結果子一樣。我係葡萄樹，二度係樹枝，生在我地背，我也生在其地背嘅人，將會結果子多多。因為離開我，二度就無法度做乜嘅。無生在我地背嘅人，佢會像樹枝本人fit脫一樣，然後糟脫，本人fit落火地背燒脫。假使二度一切生在我地背，我嘅話也時常記在二度嘅心中。二度無論想愛乜嘅求，就會得到。二度結果子多多，要繼續做我嘅學生，阿爸就會因為安樣得到榮光。就像阿爸錫我也錫二度。二度愛生在我嘅痛惜中，二度那係遵守我嘅命令，就會生在我嘅痛惜中。像我遵守阿爸嘅命令，就生在佢嘅痛惜中一樣。我老二度講呢條話，係愛本二度得到我嘅快樂，使二度嘅快樂念出來。呢係我嘅命令，二度愛彼此相惜，像我錫二度一樣。為到朋友犧牲自家嘅生命，人間嘅愛惜無比了較偉大嘅。二度那遵守我嘅命令，就是我嘅朋友。我無再看二度做奴僕，因為奴僕唔知主人所做嘅事。我將二度看作朋友，因為我已經將我對阿爸嘅位談到嘅一切全部俾二度知，唔係二度選我，係我選二度，我設立二度，係愛二度出去結永存嘅果子。安樣，二度奉我嘅名，無論對阿爸求乜嘅，佢一定會賜俾二度。我命令二度嘅呢條話，係愛二度彼此相惜。假使世間人怨恨二度，二度愛知，二度已經先怨恨我。假使二度屬了世界，世間人一定會錫二度，像錫二度自家嘅人。總係我將二度對了世間顯出來，二度就唔係屬世界，所以世間人怨恨二度。二度愛記得我老二度講過嘅話，奴僕無比主人卡大，那係二度迫害我，二度也會迫害二度。但係二度遵守我嘅話，二度也會遵守二度嘅話。為到我嘅緣故，二度會對二度做了一切嘅事，因為二度唔是嘅踩我來嘅，那係我唔是來過，唔是搞二度，二度就無罪。總係呢下二度嘅罪係推唔脱嘅，怨恨我嘅也怨恨阿爸。假使我在二度當中無做幾條從來唔是有人做過嘅事，二度就無罪。事實上，二度有看到我所做嘅，還係怨恨我，也怨恨阿爸。呢係愛應驗二度嘅法律書所寫嘅，二度無緣無故怨恨我。總係佢對阿爸來嘅無非是為道，佢就係真理嘅靈。我派佢對阿爸嘅位來嘅事，佢愛為我做見證，同樣二度也愛為我做見證，因為二度對開始就同我共下。